配合台南400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那从7月10号开始，第一场次到9月28，总共办理了15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15场的话，包括12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400森林活动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唔是逐层做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因为要栽种树会当利用这3个字，爱有正长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着一丛好的树出来。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就足济树实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新稻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旷快所在，伊会大甲足久。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望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400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共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了是阮家欢收看9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改善路口的交通，台南目前正全力增加道外的车道。不过，正外的部分因为地形的基板车道嘛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后备少议员质疑市府用汽机车分流，敢是违背道路安全条例，建议应该以车向来作为分流。台南市议会第4届第4次的登记会，27号上午由了市府交通局业务报告。台南市为了改善路口交通，目前部分的路段正大力增设道外的车道。不过，议员朱正轩认为，正外嘛是一大的问题，因为汽车正外容易甲直行的基板车发生小弄，因此提出车向分流取代车种的分流。我
们现在要调整的路面标线太多了，你根本调整不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其实你就是应该要提前30公尺去做？我说真的，现在汽车你如果提前30米换到机慢车道，你会被后面的人扒死，对不对？会不会？大概因为大家现在会觉得说，我机车我就已经被挤在外面，我已经很可怜了。然后你又来抢我的位置。可是实际上应该再换个角度想说，你机车不用把自己挤在外面，你机车其实你要直行，你就是往内侧车道走嘛。然后你外侧车道是给谁？就是给你要慢慢走的机车，或者是你想要右转的汽车。但我们现在整个城市的文化跟我们现在整个标线是完全冲突的。对此，交通局长回应，因为汽车要正弯，必须要伫路口30公尺进前，提早会入去外车道。但因为台南的路况不够，要真实正弯的车道，嘛要看所在。跟你做报告，现在的点虚线其实是我们比较善意的，要特别去提醒大家，因为按照道安规则，你就是要提早换路，不管它是实线还是虚线。哦，那可是现况的设置规范里面没有地面上的标线可以，没有要求说要提前。我们有在研议，我们可不可以自己示范一些标线，比如说箭头我可以优先画，因为因地制宜，我们应该要回到每一个路段跟路口因地制宜来做调整。除了路况不够，另外台南的路口嘛时常无对等，甚至同一条路大大小小。由单一点就以河尾路、公园到西门路这则，因为路况不够，时常造成塞车，希望交通局爱来设法改善。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今年台南400知名七特米亚品牌嘛首次进驻台南，伫东区购物中心设立快闪店，并且甲贴插角的艺人发挥创意，将古都台南甲插贴啊结合，呈现台南特色的作品来展示。第一天开幕就吸引真侪民众前来。乐高授权专业店营运商乐丰实业27号上午首次进驻台南。伫个东区购物中心举办为期6个月快闪店的活动，上午开幕式包括乐丰实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邀请乐高港澳台区总经理甲台湾的总经理，拢亲自到场剪彩，场面热烈。适逢我们台南建成400周年，那我们乐高授权的专卖店，我们现在在这边开幕。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来结合我们台南地区的小朋友以及我们的家庭，我们跟我们乐高做紧密的一个合作。那我们在这边乐高的大师也特别做了我们特别特色的一些乐高的一个积木作品。这里面有包括有一些是建筑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安平的建师，好，这样我想在这边可以保佑平安，祈求大家能够能够顺利这样子。我们乐高公司有一句宗旨叫 Only the best is good enough， 意思就是只有最好的才是够好。那我觉得这跟台南有很大的共通点，因为我们台南人都是一直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体验以及最好的美食。那今年刚好搭上这个机会，我们希望不单只是在这边庆祝我们的快闪店开幕，更是希望邀请台南民众一起运用你们的想象力，建构出你们心目中最美的台南。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乐高积木去分享快乐跟交流。我们希望不单只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可以在台南这个充满活力跟文化的城市里面，就是一起发挥想象力，一起在乐高世界里面建构无限的可能。代表南港购物中心和蛮多台南的市民呢，要讲一句：乐高终于来了，乐高终于在台南开店了。购物中心的经营，其实诚如刚刚 Candice 总经理提到的，我们要做最好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我们除了提供很好的购物、休闲游逛的环境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有客人期待的品牌，越大的品牌开得越漂亮，给客人更多的选择，这一直是我们购物中心的经营蛮重要的。购物中心在店营业，快闪店就开幕连调。
伫个快餐店还未开幕，就看到卖这个乐高棉，手摕大大细细乐高玩具，排队要等待揭晓。甚至嘛有卖些家长带小朋友前来耍乐高积木。因为想说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它这边有可以现场可以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装置可以拍照，然后像我觉得可以学习乐高，增进逻辑，让小朋友逻辑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拼出他想要的感觉这样。快闪店结合台南400，即届台湾乐高嘛特别邀请乐高达人，以着古都台南为主题，创造袂少台南特色的作品，亲像黑面琵鹭、安平的咸菜顶，伫个现场展示。活动期间，业者还佫推出消费满额送限定的好礼，有专业认证的乐高奇美博物馆的积木，伫个开幕前10天，还佫享有会员9折的优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更较侪人认识传统市场的美食，台南除了出新册盛大宣传，丽英者99中央嘛是定歌节，所以要推荐台南中央节来传统市场采买台南经典的米糕以及应景的糕饼，祝福民众步步高升。台南的传统市场本来就真侪稳重版的美食，有流传70档以上老店的好滋味。市场处日前除了出版台南好食市的新册，邀请大家来品尝以外，迎接今年99中央节，市场处嘛召开记者会，进一步整理大台南16处市场的21个米糕以及糕饼档，欢迎大家小酒来菜市啊体验，嘛食一个好彩头。99重阳节又称登高节，那高与高同音哈，那所以在重阳节吃糕，也有祈求生活步步高升、考试高中的意思。那台南市市场处特别整理出16处公有市场21个米糕糕饼名摊地图，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传统市场寻找米糕还有应景糕饼。那感受台南丰富的文化还有美食魅力。菜市的特色糕饼，不管是摕来祭拜，还是做点心，拢真好。在会场当中，嘛特别推荐永乐米糕、德春米糕、5家果品，以及2摆登上总统国宴的永盛点心，拢是在地人心目中经典的品牌。这些都等着大家去品尝了哈。所以说，不是只有祭祀用的，其实大家在生活上就会接触到这些糕点类。那这也是我们的饮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哦。在这个敬老综合节日，嘛欢迎大家到其他推荐的单位，找着属于家己的美食，感受喜气甲祝福。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市乐龄学习示范中心由赵坤良老师协力，发挥创意，设计一款交通安全的教具，以大富翁游戏结合公车路线在地美食，让时段在游戏当中将台南算透透，嘛认识大众运输甲交通安全的知识以及素质。台南市公车有6段路线，多达145条。65岁以上长辈也个免费。罗老师赵坤良就坐过130多条，会当讲是公车专家。伊替长辈设计这款大富翁，当中包括着美食观光特色。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所以我就把这个公车系统画出来。起点是从新营开始，终点是在台南市政府。有黄线、绿线，还有世代公车模型，高龄者交通事故比例相当的高。市府持续宣导，其中乐龄学习中心是交通安全宣导的重要管道。除了系列课程之外，还要搭配着教具设计，让长辈手脑并用，增加学习效果。内轮差啦，那个什么。看不到黑啊，他们都完全不知道，然后搭公车，你就在那边要先跟他们讲，你要在哪一个位置等比较安全，
就是这一些东西就会带进去。能够透过这个大富翁的游戏，让我们看到这个高龄教育的部分的这个扎根啊！公车搭乘向前行，路径运用在老龄学习中心的课程当中，未来嘛会持续深化，安排长辈坐公车旅行体验，提升高龄长辈交通安全意识。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嘉义高中第33届毕业舞展以木犀流光作为主题，由书生甲艺术家田孝慈共同创作，除了结合古典甲现代元素，也有跨领域的合作。伫后来公演得到书生热烈的回响以后，嘛将前往高雄甲台中来演出。音乐家巴海变奏曲加开序幕，嘉义高中第33届舞蹈班毕业舞展由23年级学生演出，表现出伫学校所学习的成果。这摆表演有8支舞马，由师生共同创作，同时邀请台新艺术奖得主田孝慈好友参与编舞，运用一些所谓当代，他用访谈孩子说他们用怎样来展现自己，那用这种对谈的方式完成他的一个当代舞蹈的创作。那另外我们今年也邀请到了史慧初老师编我们孩子编创一个比较古典的舞马，他运用了当代的钢管艺术。每一首舞马拢有不同的风格，有古典，有现代元素，还有另类艺术跨域合作。这摆主题号名木犀流光，象征学生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有了成果。有尝试了很多不同样的风格，那其中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结合了钢管艺术。那这个钢管艺术，其实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它必须使用到我们手部的肌肉、背部的肌肉以及我们的核心，才可以呈现出舞台上那些高难度技巧的动作。然后我们这次还有2首舞是剧场舞蹈。这届有侪特别演出，学生拢相当用心的准备。伫后来公演以后，得到不少师生好评。校方嘛安排2场，将伫10月份巡回高雄、台中，欢迎对舞蹈表演有兴趣的民众来欣赏。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为提升预防职业灾害观念，市府劳工局甲劳动部职安卫生署共同办理职安卡的教育训练。会中市府嘛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每一位参与训练的行善团志工，拢有安全帽甲安全鞋，互因伫做善事的同时，嘛加强家己安全。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主任柯宏源亲自颁证安全帽，和参与这摆职业安全教育训练的所有成员。我会自证这一些我们这些行善的爱心者会自证给他们一个安全帽跟安全鞋那希望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又特别加码。那这样的一个寿星完了之后，送安全帽、送安全鞋，这个就是提醒他说，真的大家要落实这样职场上的安全的部分。今日的教育训练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科长张志明担任讲座，以预防应作业发生职业灾害相关主题，邀请台南市做工行善团相关工会甲企业所属的人员参加，提升职业安全意识，了解相关的法规，并维护帮握修善志工朋友的工作安全。伊安全拢管足守伫。防护罩、安全帽，还有安全鞋，所以讲这我们诚感谢咱劳工局因的付出，互咱这4工就咧做修缮会当安尼安心来做工课安尼。
今日的课程结束以后，经过线顶测验合格，就发给台湾职安卡。未来进入用做工地作业，都无需要搁再重复接受同款的训练。该卡有有效期间3天，回训以后会当搁再延长。台湾新闻军籍采访报道。高雄左营有一间烧饼店在地经营超过40档，正过人客拢讲赞。当中店家招牌就是烧饼内面夹一片红乌莲，这个相当特别的组合，其实就是头家细汉时美好的记忆。烧饼里头包着满满的配料，让人饱餐一顿。这家在眷村经营超过40年的老店，吃过的顾客都超喜欢，甚至3天2头就来报到。店家忙碌的双手也没停过，用最快的效率把一份份烧饼交给顾客。老名诶，这卖几啊10代啊。你感觉好吃吗？足好食，足好食。烧饼，伊烧饼上名呀，一般拢食会下啦。因为乌莲食饼啊，好食啦，较传统吧，较传统啊，无遐尼油啊。这个已经后继无人了，所以你看，我们老板才刚开刀，他就马上就回来了。为什么会回来？就大家都很想念眷村的口味啊。他是从爸爸那一代就开始一直做，我们从小就吃到大，永远难忘的滋味，眷村的滋味真的很棒。是因为我父亲退休，然后他想做一些怎么样自己喜欢吃的啊，然后因为在眷村里面，大家都是那种类似于那种分享的那种。把自己的拿手的做出来，自己也喜欢吃，然后村子里头的那些邻居啊、那些长辈啊，他们都有一个合适的口味可以吃，不需要再往外跑或者是怎么样。店家的招牌总会烧饼深受老饕喜爱，最独特的莫非是在烧饼里头加入黑轮，这样的组合在外面非常少见。再加入满满的配菜，只要铜板价，吃起来相当有饱足感。其实把烤黑轮加入烧饼这样的组合，是老板小时候相当美好的回忆。在我们小时候，就会有那个本省籍那个奥联杯啊，开那个骑着那种3轮的。然后上面不是有弹珠台，有那个什么，就别人讲把布的那个烤黑轮。啊，那时候的话，因为眷村大家一般的孩子的话也没什么零用钱，啊，所以有时候身上有个钱去买一下黑轮的话，又不舍得就这样直接吃黑轮，啊，回家以后有什么馒头啊或者是饼啊那些可以夹就夹进去。总会烧饼包着满满的馅料，却只要铜板价，民众都觉得 CP 值真的很高。老板说，早期在眷村，大家都会彼此分享食物，因此希望能把这项他喜欢的食物与所有的顾客分享。记者周福信、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柴山的地方池在大雨过后，沟仔内水会呈现泥白色，而且也有淡薄仔硫磺的味。根据了解，这个是因为沟仔内也有硫化氰泉所造成，这已经是全台湾目前唯一的发现。刚下过大雨的柴山志洪池渠道内一片黄浊，但可以看见涌泉出口仍然偏白，还在涌出清澈水泉。对照晴天景象，就能明显看见水色呈现浑浊的乳白色。因为在志洪池内有几处硫化涌泉，高雄市柴山会是从2013年在涌泉处发现白色水泉花而开始调查。我们是从2013年做柴山涌泉调查的时候。发现，在石头宫到龙泉宫的那一段水渠，它有不断出现那个水泉花，就是白色的乳白色物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当地民众叫它水泉花。当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污染物，因为我们当时候调查的时候是在干季，到了雨季的时候。随着涌泉冒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种白色物质的水泉花不减反增，越来越多，而且那一种硫磺味的气味越来越强。在那一年，我们就确认它跟污染无关，它跟涌泉涌出来的水有关。
柴山会更进一步邀请高师大教授共同研究，才发现硫化涌泉是富含900多种微生物的无氧地下水，带出地面时经过细菌分解，因而产生类似硫磺的臭味。所谓的极端就是说，这900多种的微生物，它在地底层，它必须要呈现一个无氧状态，而且要透过涌泉把这一种物质推出来。推出来的过程里头，又要被细菌运用，然后才会出现气味，然后才会再出现这种白色的水泉花。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也曾下到渠道进行了解，发现渠水不算清澈，且有硫化物的气味，而水质初步勘查是正常。闻起来时候会有硫化氢那个臭味，也常常讲硫化氢是有臭鸡蛋的味道，可是这个浓度没有很重。不会对目前为止是不会对人体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我们也看到现场一些鱼类在里面有自在，其实对现在看来目测的话是水质正常的。由于冷泉版的硫化涌泉形成环境复杂，相当罕见，全台仅发现这一处。柴山会希望市府能够协助志洪池附近的水土保持，让涌泉能够持续保留。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收看9月2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